唔使諗喎，唔會有呢一句嘅對俾我白自己就存在。唔使諗啦，係去得好快添。會應承啊！其實如果現實生活中有一個許光漢嘅船仔喺度，你哋仲諗唔諗啊？衝咗啦，係嘛？OK， 好明白嘅。OK， 那麼光漢呢？這個角色對於你自己本身有沒有什麼相似的地方，或者是你喜歡他什麼樣？哪裡喜歡你？蠻喜歡他的那個義無反顧了，所以我覺得他勇氣十足。嗯，對，然後又是一個就是很純愛的戰士，就純愛加戰士這兩個分開來，我都很喜歡。那加起來就覺得那個1+1大於2的感覺。嗯，對，所以很佩服鼠仔的勇氣。那個鼠仔的眼神其實很有陽光的感覺，很有希望的感覺。雖然他在一個沒有什麼希望的地方。但他眼神還是挺有希望的，所以我覺得這是長年區的人就是很可愛的地方。當時在看劇本的時候，就覺得哇，他們雖然物質比較缺乏，但他們很樂天，他們就專注在當下，然後他們對於生命的熱愛、慶祝生命的方式，都讓我蠻感動的。咁啊，大家當然啦，如果想再領略多啲或者再睇清楚套電影咧，一定要再入場觀看嘅。係咪現場都有啲已經唔係睇第一次㗎啦？可唔可以俾我睇下？已經係再次入場㗎啦！哇，睇嚟導演你好成功喎！我哋又俾機會你呼籲下大家點樣去再次入場啦！中秋節帶埋志愛嚟睇喎，有咩值得佢哋睇咧？故事啊，定係個場地啊，又或者可能衣着方面，你可以嚟黑 sell 下先。我覺得呢套戲其實除咗話係講愛情，其實佢某程度佢係一個人物傳記嚟，即係一個薯仔嘅人物傳記。我哋喺度講緊呢個人物點樣去透過愛去得到成長，同埋佢一輩子佢嘅一生都係為有愛去努力去付出。但係講緊嘅呢一份愛唔係單純嘅淨係得愛情啦。咁我諗如果大家睇過電影都知道，電影入邊其實都呈現緊好多唔同嘅關係啦，有友情啦，有親情啦，甚至乎係講緊我對緊我自己住緊嘅地方嘅嗰個感情，我希望佢令到佢變得更好嘅嗰份感情，我佢想去令到佢變好，而我去堅持去付出去努力。咁我希望大家有機會嘅話，絕對希望大家可以再推薦俾朋友睇啦，同埋可以再入去睇多次啦。因為其實我哋今日大家睇嘅應該係普通話版啦，其實我哋係有個粵語版嘅，即係都不妨大家去睇下粵語版，又可能會係另外一個感受啦。咁同埋係咯，即係我覺得呢套電影係都真係要睇多，即係我自己覺得係每次睇都可能會有唔同嘅睇到唔同嘅嘢。咁我絕對希望大家可以幫手分享呢套電影，因為真心成個團隊今時今日電影係好難做啦，即係我哋成個團隊都其實喺拍嘅時候，我自己作為導演，我係 feel 到我身邊嘅團隊即係好有 passion， 好想去帶一啲比較少見嘅東西俾觀眾啦。即係譬如話，即係特技嗰邊，即係特技嘅指導阿力，即係一接呢個 project，佢係好着嘅，好興奮。第一哇，我終於都唔使做啲爆炸同埋撞車啊咁樣，咁啊好想試下啲新嘢。所以今次都好多謝特技指導阿力，佢哋真係即係好投入，不斷喺度加鏡，即係加鏡頭俾我啦。即係可能個 budget 係做唔到，佢覺得我幫你做多幾個俾你，咁係咯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多謝晒。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哋台節目後